亲情长暂的中秋暝，若到民俗过节，定就是亲情交流学习的好机会。亲像真侪家庭趁中秋节聚会，有烘肉、放炮仔、爬油仔、食月饼、泡茶。有当时伫家己厝内的大亭，也是顶仔骹、公园、旷野。嘛有人伫餐厅，无论伫倒位，亲人团圆气氛拢真赞。从少年时代到今，我经历台湾民俗文化变迁的过程，嘛看到母语因为月头症出现亲情长暂的危机，总是有寡失落感。阮细汉的时，环境歹，物资真欠缺。拢无大拍电火，毋过因为安尼就无公害，所以伫大亭赏月看天星，特别光特别明。中秋月光暝，阮规家伙爬家己种的油仔食，搁甲油仔皮做帽仔戴。阮会招厝边的囡仔伴来耍踢东港仔，也是骑马相战，搁足爱听大人开讲。迄个年代无食月饼，无烘肉，嘛无放炮仔，甲耍仙女棒。囡仔人学大人讲话，在新话秋，对家庭、族群、语言、文化、土地的感情自然传承。迄情景还宛然伫眼前，有百年的幸福，嘛是我上爱的学习。即摆中秋暝，我观察到月头症，大人囡仔拢转来厝内在烘肉，老人煞目睭金金，话听无几句，稀微阁无奈。因为即缘的大人主要顾华语沟通，因对爸母讲母语，毋过月头对囝儿也是兄弟姊妹，就讲华语啊。祖级的老人简单会晓台语，看规阵囝孙仔转来团圆，当然欢喜。毋过，伊毋知影囝孙仔在讲啥，只好用目睭看囡仔大细的表情对欢喜。天伦之乐享受一半尔。即幕互我发觉有亲情长暂的危机，这严重月头症的中秋暝。互人心真酸。咱自细汉伫华语霸权的环境内底，风创治，煞毋敢讲母语。母语若无去，咱人应该有诶大肉就缀咧无。即款实名的语言政策延续数十冬，父母因为惊囝对时代袂着，会变无水准。拢照实名者的期待，甲囝讲华语，致使阿公阿嬷无法度甲孙沟通，顶下代语言袂通，感情互拆散去。而且，台湾人的月头症是毋管倒一族群拢有。伫家己的土地失去家己的语言，足失气。笔者认为，政府爱严肃看待本土语言的教育政策，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奖励各族群学习母语，积极治疗月头症，宣导教囝讲母语，讲母语是敬祖先等等，互大家对母语建立信心。伫家庭内使用母语，成做母语家庭，争取母语做宝贝。